最主要係我自己本身對訓練狗狗有興趣嘅。咁我自己又本身有養一隻狗嘅，咁我自己都有啲問題啦。當然我自己嘅狗狗，例如係會搶繩嘅問題啦。咁我就諗住透過呢個課程入邊去多啲呢一方面嘅知識。咁後續我自己都想成為一個訓練師嘅，咁所以就報咗呢個課程咯，跟 Ken Sir。我而家我上咗4個單元啦。第一個單元係講寵物行業嘅未來趨勢嘅一啲發展。咁2、3、4單元就係基本嘅寵物訓練師要識嘅一啲基本原理啦、技能啦。咁我學完之後，我自己都有翻去同我自己嘅狗狗去練習嘅。咁個反應都係幾唔錯嘅，即係我先知道原來。我以前教佢嘅東西有時候係附碌嘅，原來咁慢慢知道咗個原理係點樣咧，咁就學一啲新嘅技能更加快。其實我有比較過嘅，咁最主要其實我係因為個 CS 同事佢同我，因為當初我去選擇嘅時候，我淨係喺度，我就諗會唔會有機會有持續進修基金去 claim 嘅。咁我了解到其實基本上都係冇㗎啦。咁嘅話，我再睇你哋Hong Kong OPA 啊嘛，咁佢哋個網站係 OK 嘅。咁我見到最主要我係見到個時間彈性，因為我本身有翻工嘅。咁佢亦都唔需要我喺一個即係時間彈性咯，我可以揀翻我自己上到嘅時間就上。而且佢冇限制我一定要喺某個特定時間段要上晒。我可能我花一年咁樣我上晒啲單元，咁我就 OK 咯。咁呢方面係最主要我揀呢度嘅。譬如話趣事又即係我又突然間醒唔起咯，但係我覺得個課程係即係我幾中意個位就係其實理論係唔多嘅，實戰多嘅。咁好，即係多啲機會去練習，即係每一次上堂都未必見到上即係提供嘅寵物唔一樣啦。咁每一次再去又有小組練習啊。咁課堂之外，咁我都會問好多 Ken Sir 呢個行業或者佢遇到嘅各種各樣嘅問題。咁我係啦，咁係我覺得幾好嘅。